通佚佗上集。古早有一个负责人，会去烘五块派，毋过派出炉的时煞烘过头啊！迄派皮已经烘甲定翘翘，真歹食。负责人就甲因祖囝讲：“囝的，你去甲遐个派放去架仔顶，搁小等一时啊，遮个派就会搁变转来。”当然啦，这个负责人的意思是讲，遮个派搁放一时啊，就会变甲软溜搁好食。毋过因祖囝甲伊家己讲：“若准讲派搁转来，我即马哪毋甲遮个派拢总食了了？”祖囝当少年，喙齿当用，伊就开始食，为第一块到同尾块，拢甲输了了。暗顿的时间到啊，负责人甲因祖囝讲：“你去甲遐个派摕一块来，因即马稳当搁变转来啊。”祖囝就去架仔遐甲看，当然咯，敢若剩撇仔空，其他的啥都无。所摆伊就转来甲因母仔讲：“无呢，妈，因无搁转来呢。”因老母感觉有够寒，就应讲连一块都无变转来。查某囝真有自信，甲老母因讲一块都无。好啦，不管有变转来也无，我下暗就是要食一块派准做暗顿。查某囝阁因讲无法度啊，因若无转来，你是要安怎食？有影都无。是拄实的，我就是要食。因老母在因的时，已经开始在生气啊。佮讲，囡仔，你随去甲上软的迄块甲摕来，我一定补发。查某囝面拗因讲，上重的甲上软的拢共款啦，拢总互我食了了啊，哪有通佮互你食？就爱等因佮再转来。代志就是安尼，迄老母全位椅仔顶弹起来，紧去架仔遐看。毋过伊干那眼一个就知啊，迄撇仔空，啥都无。所摆当然啥都无通食，火烧顾了全无望啦。甲都无暗顿通食，即个老母就坐伫河顶。甲螃蟹棍仔摕出来螃蟹，伊蟹仔哪螃，棍仔伫遐唱讲：“阮祖囝今仔日甲5个派食了了，阮祖囝今仔日甲5个派食了了，阮祖囝今仔日甲5个派食了了。”有影啦，迄个老母输当时真正是讲气。有哪是真拄好啦！迄个国的王，伫迄个老母当咧唱歌的时，经过迄条街仔路，伊听到有人一直咧唱同一条歌，咧唱啥煞拢听袂清，伊就甲马拎互定，问讲：“亲爱的负责人，你是咧唱啥货？”即个负责人随便讲，拄去互因祖囝的好喙斗惊着。毋过，这做老母的，较安怎嘛无想要互知影即款代志，尤其是对方阁是即个国的王，所摆伊就改唱讲：“阮祖囝今仔日甲5坤西芳了了，阮祖囝今仔日甲5坤西芳了了。”阮祖囝今仔日甲5坤西芳了了，安尔话5坤西，这王惊一跳，无细字煞画出来。我用我的速度甲王冠就抓，自我生目睭发白，毋捌听过有人遐敖的。我甲你讲，我一直咧找适合的祖囡仔要做牵手，恁查某囝。
一天会当芳5坤西遐尼厚，伊就是我想要娶的人。毋过，就要先甲你品好好势。伊嫁过来了后，一年内底的头11个月，伊会当享受做王后所有的权利。想要食啥好料的，就有通食；想要穿啥物水衫，就有通穿；想要爱交啥物款的朋友，就去交。反正就是心内有想要爱啥，就会有。毋过，自第12个月开始，伊逐日就爱芳5坤西啊！若做袂到，我会甲处死。安怎？你感觉啥款？迄个老母同意啊，伊想讲，这对因祖囝来讲，是一件点灯仔火嘛无得吹的好姻缘。啊若一天芳5坤西的代志，时到时担当就好。一冬的时间落长，代志敢讲拢袂有变化。凡说时到，王早就甲即件代志放袂记啊。不管如何，因查某囝就是会有11个月的王后通做。因查某囝就安尼甲王结婚啊。头前11个月呢，新娘啊，讲有偌幸福，就有偌幸福。要爱食啥，就有啥通食；要爱穿啥物款的水衫，就有通穿。想要甲啥物款的人交配，嘛拢随在意。简单讲，就是要爱啥都有。因翁就是王，对伊是好甲无得讲。毋过到第10个月时，伊开始想到迄5坤西的代志，嘛咧烦恼讲，毋知王敢犹阁会记得。到第11个月时，一连半暝仔酣眠，都会梦到迄5坤西啊。毋过因翁王从来都无阁讲起即5坤西啊，所摆伊是真毋茫王已经甲即件代志放袂记啊。毋过，就伫第11个月上尾一天，因翁王甲伊带去一间伊从来毋捌看过的房间。房间敢若有一扇窗仔门，内底敢若载一只椅头仔甲一台篷车，其他的啥都无。王真温柔甲伊讲：“水某，明仔载早起，你就会互关伫遮，遮会啉的，甲要互你芳的阿嫲，拢会甲你传甲便。若到下暗的时，你无甲5坤西仔芳好势，你的头就会为颔棍仔落落来。”伊真正是惊着啊！煞毋知影伊本底就是一个神经线真大条的查某囡仔，根本都毋捌去学过啥物芳势。所摆明仔载的代志要安怎办？伊是完全拢三无长头。啊倒，你甲看，无人会当甲伊斗相共啊！伊即马是王后，因老母当然嘛袂住伫伊身躯边。所摆，伊怎啊甲伊的房间门锁起来？伊头仔坐咧，就敢若哭，直直哭，一直哭，哭甲伊迄水当当的目睭，规个拢变甲红滚滚。当伊伫遐咧切开流目屎的时，伊听到门的下底有奇怪的声，迄声无介大声，细细声仔尔。拄开始，伊感觉迄是鸟鼠仔在作怪，毋过愈听愈感觉是有人在弄门，所以伊就爬起来开门。吼！恁敢知影去看到啥？是一只乌乌佮生尾仔的细只物仔，伊的长尾溜佮伊伫咧洗玲珑，洗到有够紧的。迄个物仔甲王后惊一个咧，佮开喙甲问讲：“你是安怎咧哭？”
那咧讲的是伊的尾仔细到够紧，紧甲强要互看无。王小英讲：这甲你有啥地带？讲话的是人搁小看啾啾，因为迄只物仔实在是介古怪。刷落，迄只物仔悄悄啊应讲：你若会惊，你着莫看我的尾仔，看我的脚就好。你看，敢毋是真好看？搁有影呢，迄只穿一双管搭仔，鞋仔顶悬搁有大大的珠珠甲圈仔，看着真怕。所摆王爷就无搁一直咧要伊的尾仔，人就无遐尼惊吓。搁来，迄只搁甲王爷问一遍讲，到底是安怎咧哭？王爷就徛起来甲因讲嘛无路用啦。迄只因讲，无讲你哪会知？若讲尾仔搁细甲愈紧，搁甲骹向前踏一步讲，来啦，甲我讲，安尼毋才有乖。好啦，甲你讲，若无好处，上无嘛无败害啦。伊就甲伊水水的目睭拭互干，甲歹的代志、细仔的代志，搁有其他的种种，详细讲互迄只听。听说，迄只细细只搁乌乌的物仔，笑甲强要袂喘气，讲若是干那你讲的安尼，代志就简单啊。我逐工早起拢来你的窗仔口，甲你摕阿糜。过来到下暗的时，我搁转来甲五捆鞋仔摕互你，你看安尼啥款？虽讲王爷平素时拢放放啊，只是嘛介慎重甲迄只问讲，安尼我爱互你啥货做代价？只是迄只家己的尾仔细到有够紧，紧甲根本都看袂清楚啊！刷落。甲伊穿水鞋的脚尾向前小蹿一步，喙笑目笑，用目尾甲上。佮讲，我逐暗拢会互你3遍机会来要我的名。若是伫7月底之前，你无要着。话讲到这，迄只的尾溜细甲佮愈紧，脚佮向前蹿愈远，嘛笑甲愈干。搁愈神秘，讲美人啊，你就会变做我的人，逐暝拢会当要3遍呢，搁有几个月的时间。王爷感觉讲安尼一定会有办法要着，而且目前嘛无其他的步啊。王爷就甲因讲，好，我同意。好。伊只痛甲一直伫遐洗伊的尾仔，行咧叽叽笑，佮甲伊装塔甲水水的脚尾伸出来。翻转工，因翁佮带伊去迄间青云的房间，内底王爷规工的食物、芳茶甲一大捆的阿糜，拢已经穿好势啊。王真好咧，甲王爷讲。来，物件拢伫遮。大心诶，你爱记一学。若是今仔用，你无甲五捆鞋仔放好势，我惊你的头壳就会落落来哦。伊听到这话了后，规身躯就开始皮皮喘。因翁离开房间，佮甲门锁起来了后。伊拄打算要好好哭一下，就伫这时，伊听到窗仔门有奇怪起起哭哭的声。伊随徛起来开窗仔，嘿，迄只乌乌佮细细只迄只，就坐伫窗仔墩，伫遐在喊伊穿水鞋的脚，尾仔共款细到够紧，强强要互看无。